Hello，大家好啊！現金分享就終於定咗啦。而家我哋嚟探討下另一個話題，失業。因為而家大環境差，好多年輕人畢業揾唔到嘢做。不過就唔探討個數字啦，因為個數字永遠都係差唔多，數據嘅嘢冇辦法體驗到真實市民嘅需求。我哋嚟傾下澳門嘅就業政策。喺澳門生活一直只係有兩個工種係好嘅選擇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會係乜。一個就係政府工作，另一個就係娛樂場工作。冇嘢㗎，因為只有呢兩份嘅工作係高收入嘅。澳門街流傳一句嘢，入得政府做嘢，打跛腳都唔使憂。不過都有好多係入邊做嘅人又覺得辛苦，因為好多工作都係需要兩個人去做，偏偏上面就係安排得一個人去做，同埋好多工作又外判出去俾其他公司做。而呢啲公司請人去做嘅價格又抽咗一截水，原本係78蚊一個鐘，到手可能得58蚊一個鐘。如果請外僱就可能得38蚊，呢啲都係而家好正常嘅現象。咁就令到一連串後嚟嘅外僱增加，本地人失業嘅問題就多啦。希望政府可以審視下自己嘅問題先，帶頭做好人力資源嘅平衡工作，提高市民嘅幸福感、獲得感。今次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各位。